讲客运这个月开始，台南、高雄、有屏东等各道路线拢停驶咯，换通联客运接手哦。婚礼的乡亲是无法度继续伫西里转运站坐车，就爱去交流道的边仔单车，真袂方便。伫地方民意代表协调哦，即马有部分的车帮是会当去西里转运站接送乘客咯。 这个月初八，国光客运无过西台南、高雄甲屏东这寡各道的路线，所来就交互通联客运站。因过因为通联客运坐车的所在伫西里交流道，无经过西里转运站，民众真无方便。即马相关单位在桥。西里电工所是希望讲通联会当进驻转运站。啊，目前呢，他们是因即马当然是解决到这个北部的部分呢，因有承诺讲大概北部的部分因会先解决。 伫咧南线的部分，因会等于做演绎啦吼。然后伊也搬来遮，其实我嘛私底下有咧讨论讲，爱看通联的过来。这样搭车会比较方便。对啊，对啊。未解决问题，地方的民代邀集相关单位来研究讨论。通联客运讲，以后自云林4号发的上北的车，会驶入去西里转运站。因过路南的车，即马还阁伫咧研究。总共有10班的班次，有是不是有这个跳班的方式，会当入到这转运站吼。我们也尽量考量民众的一个需求，我们会再跟公路局这边来演绎看看，有没有办法我在西螺地区其他在云林地区其他的一些路线可以调整进西螺转运站来做服务。 公路局讲，即马针对包括提供接驳、调整路线等方向伫咧讨论，按算3礼拜就会有初步的结果，也研究奖励措施，吸引更加侪客运业者来走这条路线，好民众坐车较方便。记者综合报道。